各位觀眾，我係衛生署嘅黎醫生。由3月29日開始，所有到港嘅入境人士，包括咗香港居民同埋所有訪港嘅旅客，都必須填報個人健康申報表。各間嘅航空公司、船務公司同埋運輸機構都會協助分派健康申報表俾旅客，以便佢哋喺辦理入境手續之前填好申報表，節省時間。乘搭飛機或者船隻入境嘅人士，要將填好嘅申報表交俾醫療輔助隊人員；從陸路入境嘅人士，要喺辦理入境手續嘅時候，將填好嘅申報表交俾入境管制人員。由於實施以上嘅措施，輪候入境嘅時間可能會較為長啲，希望各位入境嘅旅客明白，請耐心等候。